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2月11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纯。新闻头家先，咱来关心空军的台东志航基地，有一只 F-16V 战机伫咧进行飞行训练的时阵，这飞官说是因为主力向分去，这战机怎失控？而到在这个飞官是有赶紧去互救精神，有顺利来降落。原来外界伫咧关心讲，咱这飞官的防护措施敢会当搁再加强？空军就表示讲，因会来安装自动风浪地系统，按算伫咧2028年会全部安装好势。F-16V 首一个快速伫空中拍一轮，典型上届绕道的机体性能。这是台湾三大主力战机之一 ，F-16V 保护台海领空，找袂所险险发生意外。空军台东志航基地一只 F-16V 伫空中执行例行训练，飞行官向阳发生记录昏迷，战机即时失控载落来，加载僚机军的介入呼叫，飞行官随清醒，和对顶机作伙降落机场。然后经过我们的调查。这个飞行员在之前的飞行情况都是正常。那上次这个不幸发生这个空中激励昏迷的事件是为第一次。啊，针对飞行员在上主力，不管是主力战机或是这个AJT 的部分，都是它有它的规范，然后都按照这个标准来施训。飞行官伫战机内是高动力的环境。高速度恐惊会致使脑部欠氧气来昏迷，所以飞行官要有控制昏迷的能力。空军表示讲，这个飞行官是头一届发生大机昏迷，后续会安排航空生理顶检查，含离身体高精耐力训练。有前飞官过去嘛有大机昏迷的经验，分析大机昏迷的原因，包括身体状况无好，和无注意战机的性能。在带大机的时候，你轻轻的一个手上的操纵动作，极有可能。立即就让这个飞机的 G 力从1个 G 一直迅速的升到9个 G， 瞬间你轻忽的激励的产生，在还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之下，可能造成 G lock。这届 F-16V 的意外加载并无任何伤亡，不过2018年一只 F-16伫归人浪山失事，军方话讲要帮 F-16装自动防浪地系统，不过过几年一直拢无进度。空军表示讲，预计2028年完成。因为我们本军 F-16型机的这个飞控软体还有飞控电脑，跟美军的这个是不同的这个构型，所以我们后续呢，它要针对这个飞控电脑还有飞控软体要做整合跟提升。空军表示讲，2024年开始执行现役的 F-16V 安装作业，因为向美国采购的66只 F-16V 新机出厂的时候会安装防浪地系统，通保障飞行官的飞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搁再来关心到中国是一直咧渗透咱的现役退役军人。根据着国防部的调查，这中国是利用黑道饭店、强庙等等，专门找需要钱的官兵来利用。所以，今麦国防部就宣布讲，要来办官兵急难的贷款，按算伫咧明年1月会开始实施。中国加强对台渗透。国军这几年发生几两件重大案，亲像香港的丁小虎几两摆以马祖交流办公的名义来台湾发展组织，去收现役甲退伍的军人。另外，过手总统韦宪兵某人去做中国间谍，偷窃机密资料。另外，负责台海前线防卫的马防部有中枢因为欠钱去互吸收，偷窃联合作战的计划。公布分析讲，中国渗透的手段是百款。用乌道帮派地下自装饭店强庙，特别向准财务困难的官兵，用借钱的方式来将吸收。以网络接触、小额借贷、债务协助、债务胁迫等方式，诱悉拍摄宣誓效忠影片，发展共谍组织及收集国军机密资讯等不法行为。公布表示讲，有将近90件案件是官兵主动检举，还是内部清查来发现。今年统计查到7件中国间谍案，马路是强化保密的措施。另外，今年2月建立接入资格认证制度，强化涉密人员的安全控管。各针对经济困难的官兵，较快互中国利用，讲做国安的问题。公布开办官兵急难贷款，提供合法税条的资金。剩余役期6个月以上。都可以来贷。原则上，我们是在退伍之前，必须要把你的经安贷款的这个相关的剩余的额度要还清。那如果遇到贷款人无法因故无法继续服役的话，我们会依规定请贷款人将余款于退伍前缴回。包括志愿役、1年期义务役，拢会当申请急难贷款。除了税条纾困20万，其他亲像伤病医护、
长照产后护理、药件双重等贷款上悬60万。广播表示，预计明年1月实施，要来协助国军士官兵渡过经济难关，专心建导训练的本务。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份好天，敢若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佮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地区有可能会落13号。咱来看分图。今仔透早各地低温大约是16度至20度，日时北部、东半部的高温会升悬到24至26度，中南部的高温甚至有到27至29度遮尔悬，温差同款是真大，提醒观众朋友出门得爱特别注意。另外，对明仔载开始，搁要变天啊！北部、东北部会先转凉，到拜6礼拜，因为冷气团入南，各地拢会明显变寒。伫咧后礼拜透早，会是这波冷气团上寒的时阵，有可能会降到剩12度，甚至会搁较寒。前一阵基隆河受到污染，致使当地水道水出现怪味，影响到18万户。即马就有检调咧怀疑讲是有合法的工厂使用违规的设备造成污染。原来台水是按算要分2阶段来取基隆河的水去检验，那确定无问题，才会恢复正常抽水。离基隆河北岛抽水站水头大约2.5公里的河道，村的垃圾油浮出来。对查了后，发现是远湾路100项的沟仔排出的。到底啥是11月27水道水污染事件真正的凶手？环境部研判这是高级阶的偷排放事件，也发现这污染甲进前掠到的国共客运保养修理厂，还有正风程度的污染明显无同。时间没有在持续的排放，所以有可能是单一的偷排或怎么样的情形。它的有的特性跟这2家出来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另外有其他的污染来源。环境部指出，这个事件的污染热点就伫这条沟仔四边的区域，也若真正凶手是什么人，检调已经介入调查，因为侦查无公开，无法度讲出是倒一间。不过目前会当讲的，就是废油垃圾水来自合法登记的工厂，伊内底有无应该有的污染设备，真可能伫水源水质保护区用合法暗或非法。掌握了一些特定的对象，后续呢？我们会督导环保局依法跟相关的法规做相关的一个停工跟拆除相关设备的要求。27透早发生污染较大，基隆河水质目前检验拢下标准，台水公司拍算分阶段取水，第1阶段伫11透早开始取水，不过暗时唔取，降低风险。检验了若无问题，才会恢复规工的取水。观察检测，如果这2天都很正常，没有油气味，我们才会启动第2阶段。那第2阶段就是全日来互抽。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还未接到水公司通知要恢复取水，也拢唔知影中央部会开记者会内容。市府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告知，也不知道他们要开什么记者会。我蛮可惜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从事情开始后，我们都是跟水公司、经济部以及环境部通力的合作。其实透早9点，包含基隆市府甲中央各单位当咧开会讨论后续的代志，为着抓出水源水质保护区的污染行为甲设备，环境部建议基隆市府组跨局处联合稽查小组，也来补助这项稽查专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到今年的台北艋舺青山王祭，那是暗访要紧，搁伫咧捷运西门站的广场来举办红单艺文展演。有真人的艺歌，搁有表演是吸引到几啊千人去遐欣赏，热烈滚滚，带大家做伙来看。唱歌仪式开始，现场热烈滚滚，信众徛伫街路两边，恭候青山宫灵山尊王。今年一届的艋舺青山王祭系咧活动陆续开始，为着配合青山宫170周年庆典，台北市政府伫咧捷运西门站头前的广场设艺文红单展演区，邀请真济组文字团体甲在地人头来表演。暗会现场除了传统的歌唱手、乐队、花车以外，也有结合现代艺术、甲庙会文化的真人艺歌，配合充满视觉甲声音的顶头演出，互街区变作是大型的户外剧场。规个西门町，互信众甲游客大家甜一甜，夜市、食食、街头艺文加上宗教祭典，有影是真热闹。
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到现场参加迎神的仪式甲红大暗会，伊表示今年青山往祭规模是真大，希望透过文化甲艺文的结合，互更较侪市民甲旅客会当感受到艋舺的宗教甲地方文化。毋但是暗时举办的夜巡将有特色，拜祀的料景包括北港马等等六大宫庙拢会到位，也互信众加期待。2025年青山王祭结合暗访料景甲红大艺文展演，毋但保留传统夜巡仪式，也互老祭典会当结合都市流行文化，透过艺角、街头演出、夜市的活动等等的设计，互庙会毋但是宗教的仪式，对少年人甲游客来讲，诚做是联捌艋舺甲台北城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连接前镇甲凤山的重要车路，也就是马祖港桥的改建工程，经过3冬半，总算是完成啊！伫咧今仔中昼特别来全线通车，当地民众听到消息是拢真欢喜，讲总算毋免搁再生远路啊！虽然毋是上下班时间，不过高雄中山四路要行马祖港桥去凤山的车辆是一台接一台。马祖港桥是连接前镇甲凤山的主要道路，因为桥梁伤旧爱改善，佮加上坐运线要走地下接来遮，地属规个改建工程拢总开3年半。工务局采取一半时间一半通车的做法，无论是做生理的店家，还是逐工出入的民众，拢讲对生活影响真大。上下班时间，大家拢要钱遮，但敢若等遮不下早时啊要上下课学校。上班咧，兼要载囡仔的，规个拢接受这条啊。人要来阮遮做买物件煞，就爱逆向来啊！无所在通互外入来啊！无可能后壁的人佮走去市来，佮过一两去遮来啊！真早佮伫遮开单啊！阮生意变足歹做啊！头家怨叹讲，一条桥做3年半，人客废弃细路拢走了了，通车是毋是会有改变，需要去观察。工务局表示，工程加拖1年多，是因为捷运的关系，桥墩需要做第一个改良加强。新的马祖港桥未来往前镇是3线道，往凤山是2线道甲人行道。另外，交通路线嘛有改变，提醒大家爱注意。通车后，交通局规划5甲往前镇方向，机车可以直接左转；中山路南下方向，汽车可以直接左转，使交通更加流畅。民众认为通车了后，出入免搁靠一大连，当然是真好。不过车道改变一定爱甲指示做清楚。对此，工务局表示，初期有安排交通队警员甲义工来协助交通指挥，帮助民众适应新车道的路线变化。记者柯家朱用高雄场报道。咱的前友邦洪都拉斯举行总统大选，因为这选票的传输系统故障，所以是改做人工的计票。开票是开到10天这么久，即马看起来是2个在野党立场较瓦近台湾的候选人较占赢面。现任的总统卡斯楚的指控讲，这场大选去互操作，也搁向联合国甲欧盟等等来控诉因遭受选举政变。洪都拉斯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纳斯拉亚的支持者大声话，唔通作弊，一票一票算。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总统大选到初稿，2名亲代候选人一路领先，不过双方差距只有42000票，也就是大约1.04%。川普天的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夫拉一路领先，和淡薄落后的纳斯拉亚定赢。进步后，自由党支持者指控选务单位甲国家党伫背后操弄选举结果初步传输系统，造成出现2773张无同款的选票，因为伊认定这中间有作弊之嫌，佮要求一票一票清点。Las consecuencias políticas se sienten hoy porque las inconsistencias del TREP han perjudicado a nuestro Partido Liberal. 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在1月30日举行，过程和平顺利。不过开票作业受到选举结果初步传输系统各种影响，一直到这个月初9才完成99.4%选票的计票。虽然阿斯夫拉淡薄领先，不过其中大约有14.5%的选票出现不同款，所以接下来搁爱加用时间做特别计票的审查。韩国本届的大选争议，那是这个，因为选前川普大力呼选阿斯夫拉，也个威胁，那伊无胜选，美国特别切断对洪都拉斯所有的援助。面对川普艰苦选情，加上执政党候选人目前只摕到无够30%的选票调查尾，现任总统卡斯楚真不满，伊除了要求宣布这场所有的政变选举无效，更较呼吁民众上街示威抗议。Pero vivimos un proceso marcado por amenazas, coacción, manipulación del TREP y adulteración de la voluntad popular. Estas acciones
constituyen un golpe electoral en curso que vamos a denunciarlo en Naciones Unidas, la Unión Europea, CELAC, la OEA y otros organismos internacionales。这场真受外界注意的大选，即马可能要进入延长赛。根据洪都拉斯选委会规定，在2月30以前要宣布胜选者行动选的总统，会伫2026年1月宣誓就职。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立陶宛伫咧初9的时阵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局是指控白罗斯伫这几个月来一直放这气象气球载违禁品飞过国界，威胁到因的公共安全。这也致使立陶宛的首都机场因为安尼停止几啊摆。立陶宛首都维尼纽斯机场最近几啊摆停止运作，当局指控白俄罗斯放目走私的人用气象气球载粉飞过国界，超过会扰乱秩序，威胁公共安全。内政部长初9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Skelbiama ekstremalioji situacija. Tai dėl Baltarusijos režimo vykdymo hibridinės atakos į Lietuvos teritoriją leidžiami kontrabandą gabenantis balionai, keliantis pavojų civilinei aviacijai。在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希望各会授权，和军方会当和警方及边防人员做伙执行安全任务，包括限制民众出入特定区域，随时动车搜查车辆，检查民众的证件及随身的物品，拘捕指控者也是嫌犯。维尼纽斯机场执行长巴特库斯讲，过去2个月来，因为气球侵扰，和航管单位被迫关掉空域15摆。超过350次的航班，5万的旅客受到影响。虽然仅占整体空中交通量的5%，不过伤害机场的名声，降低民众的信任，造成真大的损失，民众嘛真不满。The public is very annoyed because of this. I mean, those who don't travel probably not, but those who travel and who flights were affected by this, well, they are really annoyed. 白俄罗斯是否认相关的指控。反倒当讲，立陶宛用无人机在空飘极端主义的宣传品，这是挑故意在惹事。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讲，因为国家无需要战争，嘛否认发动任何混合式的攻击，呼吁双方爱来谈判。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今日国际阁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一码，已经是今年连续第3届降息。不过，这届降息是自从2019年以来有3个委员投反对票，显示这联准会内部意见不一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因伫咧委内瑞拉近海有扣押一只大型的油船。美国最近则因为打击毒品走私行动，甲委内瑞拉关系变紧张，但这届扣押油船恐惊会互局势更加严悬。南韩的铁道公司甲铁路工会是已经连续3天针对节后奖金正常化伫咧谈判，昨双方的协商又搁破局，铁路工会就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要无限期全面大罢工。继续来关心这南韩的电子入境卡系统对今年开始启用，不过一直拢甲咱列做中国台湾是引起各界的议论。咱的总统赖清德也呼吁韩国伫爱来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志。因为外界就咧关心讲，咱敢会禁止韩国团体来咧反制？文化部长李婉就表示讲，因会尽量来宣传台湾的文化，让世界各国拢了解到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机场满满拢是人，拢是准备要出国的旅客。这几年因为影视界限流，台湾人去韩国旅游继续成长。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今年前9个月到韩国旅游的有136万4496人次，韩国人到台湾旅游是69万6175人次。韩国观光公司顶日指出，台湾旅客是南韩的第3大客源国。今年目标希望有160万名台湾旅客去韩国旅游。不过，南韩电子入境卡烂会议将咱国表示是中国台湾。外交部表示会重新检视台韩关系，外界也关注检视会禁止韩团来反制。韩国人对台湾的兴趣在这两年非常的高，他们也非常能够区隔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所以就产业立场来讲，文化部会尽量让台湾的文化出去。产生文化外交，我相信很多国家都非常清楚台湾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的差别。
外交部政务处长陈明基回应，无实施所谓手段，只是提起，其实台湾甲南韩伫经济产业拢处伫竞争关系。根据经济部国务署资料，台韩贸易去年逆差达到229亿美金。扩大台韩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电子零组件的贸易。台湾是 AI 电脑主机生产的重点，需要大量为韩国进口高频宽记忆体 HBM， 用来封装甲整合相关 AI 产品。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甲韩国的民间交流真密切，经贸往来也真济，希望台韩会当维持友好的关系，促进两国各方面合作。我们希望韩国也能够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志。让两国都能够携手前进，稳定区域的和平，同时也能够促进区域的繁荣发展。针对中共解放军最近伫日本南韩4khu回进行军事骚扰，相关区域紧张，赖总统表示，这是进步适当的行为，也呼吁中国应该爱体现大国的责任，和平无价，战争无赢家，和平爱靠各方来促成。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在台协会表示讲，若想要申请5种签证去入境美国的人，得爱注意啊！未来爱甲家己的社群媒体口罩设定做公开，互因来进行必要审查。学者就认为讲，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的风格，伊要用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进行管控。国在台协会 AIT 伫面册提醒，为15号开始，要申请5种签证入境美国的民众，社群媒体口罩的允许设定，来调整做公开以便审查，其中包括高技能人才、非移民专业性人员的 H1B 签证甲配偶，也是无满21岁囝儿的 F4 签证。阮是说访问伫西高湾工作的台湾人，因为现在恐惊冲击当地外籍员工，尤其针对印度的族群。像之前他首先提出来就是新申请的一定要在境内。不然的话，他就会给你很高额的那个申请费。那再加上现在又要加是你要把社群公开，不论是你已经有就是你正在申请工作签证，或者是你要有工作签证，然后之后要申请绿卡，就是会给很大的心理压力。当地台湾人表示，过去大家常讲的美国人为留学找到工作了后，申请签证到申请绿卡，然后慢慢得到移民机会，即马恐惊更加困难。包括学术学生的 F 签证，也是职业训练的 M 签，也有公安学生的 J 签。那申请人的允许设定是私人，也是有限可能方认为可信度不足。学者认为，这凸显出2点控的风格，以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控管。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其实川普政府对于部分的美国大学也施展很多的压力比如说他要求外国留学生的数目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单一的国家也不可以。那第二是他不希望进入到美国念书具有那种反以色列、反犹或是支持比较极端主义的这些人，他是列为是不欢迎的，所以他也从好多方面下手。美国早伫进前就已经针对学生甲交流访客做类似审查，即马现在更加扩大范围到高技能人才甲因的家属。公务员指出，美国签证是特权，临时权利，也强调每一摆签证审查拢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决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捷运板南线阿东病院站伫咧昨早起，有一个民众伫咧电楼梯，那像是徛无在，人全倒向去，连带后壁这个人拢总半倒摔做伙，佮甲再有其他的民众赶紧甲这电楼梯饲好停，毋过也造成其中有一个人脚着伤，送病院治疗。伫电梯顶面穿黄色外套的查某人，雄勇摔来倒向硬，致使后面7个民众跋做一堆，其中一个脚腿着伤送医。这件意外发生伫初10早起10点外，台北捷运阿东病院站，有一个查某旅客坐电梯要向月台去大厅，哪像徛无在摔来倒向硬，到再有热心的旅客赶紧出手去紧急动啊！台北捷运公司嘛赶紧派人去处理。大家赶着要上下班的时候，没有踏稳那个平阶的时候，然后也没有扶好，然后东西又很多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就跌下来。可能就是他速度太快了吧？他走路太快的话，他通常都会绊倒。如果我们走得快的话，也一样会绊倒。台北捷运最近发生几件电梯滑倒的受伤的事故，亲像去年5月龙山43有一个阿伯伫电梯滑倒，接续早起伫信义安和站有一个阿姆哪像平无好势徛无在来滑倒。今年10月有旅客牵拖甲长裙夹伫电梯的空隙内。能够
是间隔1个阶梯甚至2个阶梯哈，然后有风险意识的话呢，就做一些风险预防，然后手的话尽量要抓稳我们的扶把。台北捷运公司讲，后续电梯经过检查设备正常了，恢复运转。呼吁旅客咧上电梯的时阵，一定要换好势徛后座。啊，若坐电梯时，唔通踮喺顶头走跳，嘛禁止婴仔车、塞车、甲脚踏车进入。若是载大型的行李、厨房、甲家饮的金，建议莫坐电梯，改坐流笼较安全。若是旅客违反相关的规定，款多了，阁无要听的时阵，会当照大众捷运法罚新台币7500到7500块。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咧台中有一个23岁少年家，伊无驾照，搁食酒赛车，弄红灯，搁弄死一个医学生，落尾也搁落跑。台中地方法院伫咧昨1时是甲宣判关10档刑期，因那死者的家属就表示讲，判刑判甲遮尔轻，互因无法度接受。弄死医科大学生的450人，1审互法院依照啉酒赛车造成人死亡累犯判处9年，造成事故逃走致死累犯判处5年，两罪应该执行期10年。这款的结果，互死者老爸情绪真激动，无法度来接受。台湾酒驾肇事、酒驾致死的刑责实在是太轻了，完全不符合人民的期待，也让酒驾的人有侥幸心态。医科大学生的老爸认为讲，刑度难以呈现公平正义，就来甲律师来建议是毋是上诉，也对甲车救护这458人的车主来提出民事要求赔偿。这案件是发生在今年3月7日，458人弄死姓陈的医科大学生了后逃走，了后伊向警方投案。等于讲458人虽然是累犯，不过因为是自首，符合这个减刑的规定。综合承办员警到庭的证述。以及以及本案的这个拘票、职务报告等证据资料，认为被告查获的过程符合刑法第62条减刑规定。等于指出，合议庭认为458人这摆所犯的2罪拢是加重其刑，不过查核过程是符合减刑的规定。因为这款的判决，法界人士是认为也属合理。判处10年，对被害家属认为是难以抹平的痛，所以本案在2审当中。被告是否会再判处更重刑，可能是双方面攻防的重点。依照酒驾致死，他判到顶了，那我觉得就是要这么做。处罚已经是最后了，后端了，我们希望能够前端做好预防。高淑珍秘书长讲，依据刑法的规定，啉酒赛车致死人死亡，应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刑期。不过也是无法度来弥补家属的伤害。因若对着啉酒赛车的人除了处罚，加强预防，也个避免累犯一再来发生，这拢是爱加强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我来看桃园。桃园一间国中传出有学生毋但伫咧学校食电子烟，而且佫食有这毒品依托鼻子的丧尸分弹，出现规身躯拢咧喘，行路行袂在，才会情形，也或者同学是看了真惊。国高明就表示讲，毒品侵入校园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呼吁政府来赶紧修法，禁止学生摕到电子烟、加热烟等等这物件，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桃园一间国中万发生一个学生伫短短2节课内底，毋但使电子烟，互老师发现处置，佫疑使用含有一级毒品，依托米子成分的分弹出现全身皮疹，行路未稳，意识无清楚，倒伫桌顶才中毒症状，互同学拢真惊吓。事发的时间为早上第1、2节课，不少同学因为亲眼目击了该生吸食毒品过后的反应而吓哭。我们也要求教育局导入心理辅导资源入校。教育局表示，已经请学校针对看到学生启动心理辅导，也说明处理流程。特别早起，学校马上通报教育局甲少年队，到学生由家长带回去，伫厝进行一礼拜教育辅导。提到伫家长的同意之下，带女同学到学校接受少年队的询问，各使用喙瘰快筛检出毒品的反应。学校已完成校安通报，并于知悉为疑似毒品后，通知少年队采证，初筛为阳性，后续将送专业机构鉴定，并视结果移送少年法院及启动春晖机制。进校来查处，那也查扣了相关的毒品的一些器具。那我们后续送我们的鉴定公司来鉴定是否有毒品的成分。
少年队表示，脑毒品成分会依照政策定数马上溯源调查。去年到今年，校园清楚溯源已经6件做有效以上。各教民批评丧失分段绝对不是局限，毒品进入校园空棚继续扩大，呼吁政府赶紧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摕电子烟、加一粉顶载具甲分段，高设立法则加查考依据，互校园的第一线人员用有效做依据。真正落实预防甲保护青少年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宣布讲，要甲这中国的网络社交平台小红书限制流量一档，就引起外界的质疑，讲是因为政治因素要来禁小红书。那刑事局就出面来表示，讲这是因为有真侪小红书的用户去遭受到诈骗。不过小红书伫咧台湾是无分公司，嘛无法律的代理人，对咱政府的公文佮拢无回应，互因无法度调查，唔才会来实施禁令，完全是因为法律的问题。伫小红书顶面常常当看到用一句话证明你是台湾人的大文，嘛有真侪台湾人去捞话。不过警政署表示，你若去捞话，就会去互诈骗集团收集个资，最后阁会拄到投资诈骗。有一位潘小姐，伊就是受害者，互人骗120万。因为我是用虚拟货币嘛，他把我的钱换成虚拟的币之后，再把那个币转走。我觉得这是算一个新型的诈骗模式吧。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11月份，小红书平台牵涉诈骗有756件，其中以假网络拍卖、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上侪。针对有国民党立委质疑是安怎来找 IG、YouTube 拢有投资诈骗，政府说敢若禁小红书，刑事局也做出回应。内政部有针对小红书这间公司有询问去上海，拜托因这小红书去定一寡有关诈欺一寡防治的策略，问题到今因拢无回复。有学者表示，面册来至少伫台湾有细点，你要调查诈骗，甚至是找负责人，拢有办法。不过小红书伫台湾无分公司，无法律代理人，而且海基会正式发函也无回应，这才是互人禁的原因。正因为诈骗案件存在，我们才要更多公权力能够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所以落地管理才是一个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小红书不配合落地管理，我们给他一些对应的一些管制，甚至是处罚，才是一个比较解决问题的想法。学者指出，因为政府封锁小红书1年，即马真侪讨论会甲小红书和政治问题绑做伙，但这毋是支持中国，也是反对中国的问题，是法律的问题。学者嘛建议，小红书上好会当伫这波压力之下接受台湾的执法，也希望各界会当去思考所谓主权的问题。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主计总处调整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来到7.37%，讲明年台湾人平均的 GDP 有机会会当超过4万块美金，赢过日本甲韩国。不过这数字是真好看，事实上，主计总处统计讲，今年1月到10月，台湾有一半的劳工逐个月经常性薪水其实领无到4万块。台湾今年的经济表现偌好，数字会讲话。对于经济成长率来看，台湾今年是7.37%，是亚洲4小零之首。新加坡4%，香港3.2%，南韩是0.9%。观察人均 GDP 的表现，台湾今年是38006块美金，明年可望头一超过4万块美金。日本是37436块美金，南韩是37430块美金，新加坡是93956块美金。不过这经济表现较好的背后，台湾确实有一半劳工每个月经常性薪水领不到4万。科技业应该很容易就达标了，对不对？不过也是要看科技业的就是你的职务相关内容，对，会不太一样。高科技产业的薪水差很多，像我们这种就是自己够用就行了。主计总处测公布，今年1月10个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7893块，年增3.8%，是20年来同期上大增幅。不过比整体平均行业别较低，有小大行业甲餐饮业只有34995块，美容美发及其他服务业是36671块，比整体平均较悬的行业，金融甲保险业是超过7万。
专业科学甲技术服务业是超过58000块。经常性薪资一般会增加的话，主要的原因有基本工资的调整、厂商的加薪，那可能也跟工作的日数或时数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产业发展确实是有两极化的现象，你是台积电的工程师，然后联发科的工程师，那你的薪水当然是非常非常高。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差不多1000万左右的就业人口，他们产业也没有发展的特别好。甚至呢，有些受到对等关税的影响，现在甚至在衰退。学者指出，台湾就业人口上最就是服务业，有700万左右，想要让头家愿意请这全职员工，进一步加薪水留人，优先各路的商机是方法之一。来自市场体质好，整体服务业营收提悬，才有法度改善薪水价问题。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特别结束啊！台湾年度代表日经过26天，互民众就去票选，结果是罢免的罢，这日以15000票摕到第一名，加做2025年的代表日。若要用一日来代表2025年这年，你会选什么字呢？是诈骗的诈，土啊桥林的土啊，小天的天，也是罢免的罢呢？台湾2025年年度代表字是罢字。罢以15000票摕下2025年年度代表字，也来第2名是摕到7500多票的诈，第3名是因。这个投票其实应是开放到前天吧，所以那个投票时间其实是蛮长的。那可能我们的读者对于这个大罢免这件事情，他可能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年度代表日反映当年的社会甲国家的情势，受邀请出席的巴黎奥运拳击金牌林孝廷讲，看到2029年的疫，就想到迄个时阵的情形。当时我们可以训练，但就是没有办法出国比赛。疫情时无法度出国比赛，只用一直训练。冬奥延后1年举办，结果头一届就失败。不过林孝廷无失志，终于2024年巴黎奥运夺得金牌。今年不是亚奥运年，又按照计划训练，为此伊选的年度代表日时间。一位顶尖的运动员、优秀的运动选手，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意志力，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的话，是很难持之以恒的，就是走到最后，然后可以站上梦想的舞台，甚至站上最高的殿堂，然后最高的颁奖台的位置。今年8月，世界拳击总会颁布规定，独立强制性的性别检测规则。咱拳协已经交到林孝廷的检测报告，不过根据了解，协会拢还未收到回复。林孝廷缺席9月世锦赛，11月下旬的年终赛也无参加。对着今年的困境，伊无放弃，也对应着月这日。记者综合报道。即马 AI 技术大发展，有未少相片拢会当用 AI 来产生。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就来举办展览，推出展装，希望在这个数位时代，会当让大家感受到真正摄影出来的力量也够水。这是艺术家用翕相机翕落来9日一大地动了后加远的相片。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拜3举办点装展的开幕，希望透过这相片，让民众了解台湾社会变迁，甲发生过什么代志。用16位艺术家，总共200多的作品来记录台湾。第一个展览几乎记录了我们整个台湾从194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蛮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于是战前了，战前到现在。第二个，这个题目，我想就是一些艺术家已经把摄影本身提升到一个创作艺术的境界。由我们2位 in-house 的这个策展人来帮我们策划这样子一个展览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 in-house 的策展人提出的是一种机构的观点哈，就是我们这个机构的一个观点，他跟外来的策展人提出的观点可能会不一样啊，毕竟他们是最熟悉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东西的人。这个展览有2个主题，一个是写实摄影的方式来记录，另外一个是摄影创作。策展人希望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台湾。在场还有独白这2个面向，并且透过3个不一样的子题，6位摄影家，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对比交织的一个故事轴线，来形构出这一档展览。这个展览的核心其实是在讲说，摄影怎么样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见我们的时代，看见我们的世界。国家摄影文化中心表示，希望透过这个展览，用艺术家记录的相片、影片，来让参观的民众也有敢若嘛伫迄个现场的感觉，透过这个作品来感受摄影的力量。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最近早暗温差大，这高丽菜是生了真紧个好食，不过伊嘛因为这种了伤济，
西螺的果菜市场，遮的高丽菜10公斤差不多已经降价剩10块尔。农粮署就呼吁农民唔通积极做一伙，这高丽菜就要分批来种。天气稳定加上日夜温差大，种植并济高丽菜成长真紧，品质搁好，搁加上受8月底到10月初，高丽菜种的量达到50垩顶，产期集中伫12月。目前西螺果菜市场高丽菜价数每公斤干来剩10块左右，比去年同期价数落7成。嘛是同款俗，这就俗啦。这若好去就是讲当迄棚，高丽棚都种较少，物件较少，就口价呢。这要种这种少，无咧联络，无人知影。根据农粮署大宗菜市报种量甲强载预警资讯显示，高丽菜714年11月底强载量是596万丛，连红色灯号属于警戒达的范围，比最近3年同期增加8%。有个采收期伫2月初。比较增加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研拟相关的一些产销辅导措施，那会逐渐的依照我们的品质状况来做一个适度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启动，我们就先媒合我们加工厂来做一个收购。农粮署表示，透过大宗菜市强载资讯平台，因有过2个月了产量做相关产销调查，避免造成价数伤过大的变动。包含透过农会直接卖高丽菜，2月左右也看情形办理高丽菜外销，希望让高丽菜维持合理价数。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油喷过去拢是交予民间的环保公司送去到屏东的市场来处理。不过因为即马要防止非洲猪这传染，即马屏东是已经无咧收挂管市的喷啊。花莲即马规大堆的喷是拢暂时放伫咧凤林环保科技园区。为着要了解花莲喷到底对到偌严重，管委会保安小组特别去花莲环保科技园区勘查。看到现场已经累积上千桶有400多吨的喷，数量真惊人。这都灾区啦，可是我们这边厨余场这个道路我们有把它清出来哦，我们自己全县的厨余要处理。环保局强调，马太阳街大水灾了后，大量土沙冲伫环保科技园区，造成设备受损，喷场停止几下礼拜，加上全国禁用喷起底了后，原本要外送屏东的喷也无法度继续这安尼累积。那我们目前规划在半年内，我们大概会新设2套的一个快速发酵设备，跟1套的黑水虻的一个生物处理的模式，来协助我们全县的一个厨余的处理跟去化能力。也毋过，管委员认为132年了后，全国拢会禁用喷气滴，所以花莲下面临的是要安怎全面气化，加上喷处理费用，互业者感觉压力，要求管府爱重视。目前坊间大约跟这个餐厅业者收费是1公斤1.5块至2块左右。你送到环科，以之前的计价方式要到1公斤2.5元以上。那当然这中间还不包含这个人事成本、运输成本等等。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收费到底要怎么计价，只能一直载下去，心里就会觉得哇，已经1000多桶在那边了，那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要付多少钱。环保局表示，花莲的喷量加好一日大约21吨，输液喷量一日大约40吨。目前款考收获了后，一日会当处理喷的量大约是30吨，收费标准会搁重新评估定价方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的镜头换来看，克罗埃西亚中部遐饲真侪羊啊，也毋过当年嘛产生几啊千吨废弃的羊毛无地盾，真做这环境的问题。即马就有一个60多岁企业家和农业机构来合作，研发专利的技术，将这羊毛来转做有机的肥料，打造循环经济。克罗埃西亚中部的里卡有一大片的草埔，这畜牧业发展的历史是真久长。2000多年以来，一直拢是当地居民重要的经济甲生活方式。这羊的品种甲澳洲佮纽西兰的无同，里卡羊主要是要提供互人食的。这寡羊毛的纤维质地是较粗，并无适合用来做纺织的原料，而且里卡羊毛分解是真慢，真够生产边缘微生物，致使每一年产生几啊千吨的废弃羊毛，真做当地严重的环境难题。不过，一位60多岁新创企业家的灵感，加上学者的研究开发，甲规矩，真做是传奇。Definitivno se vuna nakon sterilizacije može smatrati kvalitetnim organskim gnojivom zato što je prije svega sigurna za upotrebu i nema nekih štetnih nus
pojava. Naravno, ono što je jako bitno, to je bitno utvrditi u kojim to dozama i kada za pojedinu kulturu ju primijeniti kako bi。这项甲羊毛转变做有机肥料的关键技术是草用热消毒。规个制程是先甲羊毛放伫遐2个月，互囝洗虫甲害虫死亡，再落来用专利机器除掉病虫甲杂质，搁来搁进行摄氏150度的草用热消毒，落尾才搁甲羊毛制作做一粒一粒的肥料。Ja mislim da je ovo najbolji primjer kružnog gospodarstva. Mi smo nešto što niko nije vidio kao vrijednost, smeće, ako možemo reći u navodnicima, pretvorili u visoko kvalitetno dušično gnojivo. 专家表示，因为羊毛会当吸收水分，这肥料放伫土巴当中，就亲像小型的水库，食物需要的时，就对内底吸收水分。有50%的粗羊毛是由纯炭构成，这表示会当加100吨的羊毛加工做肥料，就会当伫土巴当中添大约50吨的炭，有效避免这寡炭进入大气。也就是讲，加废弃的羊毛做肥料，也发挥减碳真明显的效果。Činjenica da se vuna na ovaj način iskorištava je meni jako draga i veseli me zato što i mi 除了新创业者开发出羊毛肥料的制程，离开畜牧业者也当咧找方法，甲羊的屎再利用，来减少资源的浪费，并且对每一个生产的环节当中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日本头一位查甫的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以来，就受到各界关注。即马毋那伊的施政发言作风，就连伊咧关卡网伊咧用的笔，嘛拢引起正人的讨论，销量大大增加，卖价拢无回。働い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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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ります。即马人气非常悬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伊的一举一动，大家拢紧紧看。伊当选自民党总裁的时阵，坚定的开口，强调要替国家拍拼的这段单话，随行选做年度的10大流行语。除了安尼以外，伊第一天加入办公室关的乌色卡网，嘛正做女性讨论的焦点。今回話題にしていただく前までは、40代ぐらいの方の働いている女性の方が多かったです。ただ今回の SNS で話題にしていただいてから、20代ですとか30代のお客様からのお問い合わせだったり注文も増えている状況です。网友把这个卡网叫做早苗包，是东京一间145年历史的手工皮革工坊做的。业者讲饭手上的福气，公司网站的流量突然间就翻100倍。若目前这8个涉水的卡网拢总卖甲空，注文的人就要等到明年8月才会使摕到货。高市真爱用的这支粉红色的笔，乡亲嘛真爱，不管是店面还是网络，定定卖甲欠货。伊的低头章甲笔材的清擦，嘛真做即马上界时行的打扮。今までそういうなんていうのかな、総理大臣を応援するみたいな全くメンタリティそういうメンタリティなかったような人たちにとってかっこいい女性像を応援したい、ああいうような形の憧れのようなものとして捉えられる側面があったから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ます。伫咧高市进前，另外一个引传流行的人物是英国凯特王妃。这年来，伊拢是频繁的搭配，定定穿英国较细间的品牌，一穿起嚟大家就抢的要买。也佫有侪装摊的物件，拢是来自西班牙的快时尚品牌，像讲外套、洋装，也佫有耳高，只要伊一穿，马上就会大欠货。值得注意的是，伊嘛捌赶台湾设计师设计的卡网，嘛互即个品牌请到国际去。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敢若嘉南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阁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地区可能会落30%雨。明仔载开始又阁要变天，拜6礼拜又阁有冷气团的落南，伫咧后礼拜一透早会是这波冷气团上悬时阵，有可能会降到剩12度尔尔。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阁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7度至24度，中部地区16度至27度，南部地区16度至29度，东部地区18度至26度。还阁有
外岛地区16度至2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